请现在密道有悲心。主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分，搁来到你的殿院。阮伫遮要用学乐的声来学乐你，因为你奇妙的大作为，带领阮经过平安，带领阮搁经过旧的年，也要迎接新的年。阮伫你的面前真欢喜，因为你讲对主的人有福气。感谢你，感谢你，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安静阮的心，互阮领受你的话，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求圣神帮助阮，即时完全伫你面前来献上阮家己，听阮祈祷的主，感谢你，感谢你。
奉主耶稣的名，咱用信用告白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信用告白，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的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来做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伫这分别最圣的日子来敬拜阿罗咱的主上帝。伊安尼讲，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黑暗的山谷，若对主的脚步，伊要甲咱开路，伊要甲咱带路。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那最优秀真快乐。那是客，那是客乐因是，我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快乐，永远通知主快乐。请你甲边仔兄弟讲，对主的人有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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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优秀真快乐，但是客乐因是，我是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在跳跳大欢喜，听着主唔通放你，就的快乐，永远通知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山路，那对耶稣的脚步，为的主甲咱带路，为的快乐，对做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
快乐，永远通知主快乐。哈利路亚，感谢主，伊甲咱同在，伊甲咱同行，伊是耶稣，互咱通活去。安尼喜乐，值得咱来学乐，来庆贺，来庆贺，来庆贺。庆贺，耶稣天堂，咱就来庆贺。上帝的囝，因为听咱，伊写死了，咱大家来庆贺。主赐喜乐，无人通相比，大家欢喜，主很济，多谢主快乐。咱就来哦，咱大家来庆贺，耶稣天堂，咱就来庆贺。上帝的囝，因为听咱，伊写死了，咱大家来庆贺。主赐喜乐，无人通相比，大家欢喜，主很济，多谢主快乐。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来庆贺，大家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荣耀拢归伊，大家请起立，做伙来，咱大家来学乐，来庆贺，来庆贺，咱就来庆贺。上帝的囝，因为听咱，伊写死了，咱大家来庆贺。主赐喜乐，无人通相比，大家欢喜，主很济，多谢主快乐。咱同齐，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来庆贺，大家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荣耀拢归伊，大家一摆，咱同齐来庆贺，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来庆贺，大家咱同齐来学乐，来庆贺，欢喜来庆贺，荣耀拢归伊，大家荣耀拢归伊，大家。咱就破声跪予咱的员工，爱主上帝，请坐。新的年，望咱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伫主内面，立新的心志。望咱伫新的年，除了有新的愿望、新的方向、新的意向，来跑走天路也为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听咱的主。感谢你。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发出，对关山顶的高海洋深处，上帝行你要唱一首新歌。咱的主要做新事，有的代志拢已经过去，伫祈祷内面。
帝主要做心事，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你基督内面一切拢完成，新的眼光，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拢要靠我，好救，荣耀的主，我愿你来，你要打开阮天平落来，彰显上帝国度荣耀，全地拢要靠我，好救，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相信你做我的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的我勇敢。主，阮听阮基督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讲，人若伫基督内面，旧的代志拢要正做过去。阮是你所新创造的人，嘛，阮伫新的开始，新的年，阮有新的心志，阮有新的愿望伫你遐，求你圣神帮赞，引带，互阮话当真心、真意、真诚、一力听你，跑走天路。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有敬拜的声音发出，对关山顶的高海有清楚。上帝叫你要手一首新歌，咱地主要做新事，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你基督内面一切拢完成，新的眼光，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目标，全地拢要靠我，好救，荣耀的主，我愿你来，你要打开阮的屏落来，彰显上帝国度荣耀，全地拢要靠我，好救，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相信你做我的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的我勇敢。搁一摆呼求，脚步呼求。求荣耀的主，我愿你来，你要打开阮天平落来，彰显上帝国度荣耀，全地拢要靠我，好救，荣耀的主，我愿你来，
来，求永远的主来甲咱伫地。咱好大甲主求。上帝个多荣耀，全地拢要脚步，呼求荣耀的主，带阮你来，相信你带我的心的意思，你要做新的主。相信你做我的心的英雄，你要最新的主的我勇敢。哈利路亚，感谢主，听阮祈祷的主，伫新的年，阮要放新的愿望伫你。阮仰望你的听，你的怜悯，你的慈悲。阮也较无你甲阮亲近，阮要靠你伫新的年有新的意向，有新的方向来跑走天路。求你帮助阮，求你圣神引带阮，替阮开路，互阮为真心真意真诚真力服侍你，互你欢喜。阮放新的愿望伫你内底。因为你安尼讲，人若伫基督耶稣内底，旧的代志拢要过去，拢要变成新的。阮感谢你，阮伫基督内底是新创造的人。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求你将你的话详述互阮，互阮所听的拢会得到利益，也帮助讲的人有得到成就。感谢你。愿你的旨意行伫即个地面，亲像伫天里。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继续来祈祷，请看内爷的公道事项，请咱开声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保守，互阮能得到平安。当阮来到圣殿时，阮要用感恩、喜乐的心来到你面前。虽然阮伫日常生活中有拄着艰苦，也是伤心的代志，但是阮拢知你伫阮的身边陪伴阮、安慰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是阮一生上大的福气。恳求你赏赐阮智慧，帮助阮。互阮伫服侍中有谦卑顺服的心，来完成阮的事奉。今仔日吴牧师甲同工到高雄五甲教会募款，求你甲吴牧师同在，互伊的讲道甲分享感动遐会友，互因会当为着阮教会捐款奉献，互阮有够额的金钱建造你的圣殿，荣耀你的名。身体欠安、心神软弱的兄弟。愿你圣神甲因同三角伫地，互因伫病痛中犹原有喜乐的心来面对因的病痛。因你捌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互因会当伫病痛中有信心，倚靠你，早日得到医治，恢复健康。我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祈祷，我
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33篇，诗篇139篇。我来启兄弟来印。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扎。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下面请圣歌队带领来学乐上帝，因要唱的诗歌是《拢交互耶稣》。
愿一切荣耀归予天顶的上帝。请做伙来看周报。圣港侍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人伫教会消息。本主义感谢新学生蔡尚恩同学正道分享圣经的信息。吴牧师甲校长老同工前往高雄的五甲教会为建堂请安募款，请关心代祷。第二，下主日1月26日礼拜结束了后，请兄弟协助将圣诞节布置卸除，另外会后的小组暂停1周。第三，今年度会员好会伫2月23礼拜召开，请小组长牧区同工伫今仔日以前提供2024年的事工报告，甲2025年事工活动计划，以便1月22拜三第一届的中级会中校对。第四，本年度新春礼拜定伫1月29拜三上午9点，请有备感恩的心，新春的第一日将上好的感恩行动带到主面前。同日礼拜煞要做伙翕相，阁有专家福的翕相，欢迎邀请专家一起参与。阁有择期净3每户一张相片，请兄弟留意日期。第五，本会华语礼拜伫1月25、2月初2暂停2周，并伫2月初9礼拜开始调整到礼拜11点到12点进行。请参与华语礼拜兄弟留意聚会时间。奉献部分后错误，请过节无更正。请做来读本周金句，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无伫黑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8章12节，阁有一位是约翰福音9章1节到第5节。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9章1节到5节，耶稣在行路时，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伊的门徒甲伊问：rab比，这人出世就失明，是啥人犯罪？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父母？耶稣应讲：毋是因为这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趁枵时日时，咱着做找我迄时的工。暗时一个到，无人会当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请每位小朋友用中文读。大家平安，我要攻读上帝的话语。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来，请小朋友就台。小朋友。喂，来，迄个国中生嘛做伙起来好啊，阁有迄个老师嘛起来，来，得一下。感谢老师们的帮忙，来，做欢喜就是今日第一摆徛讲台啊，伫遮徛讲台请大家都多多包涵那我们的儿童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都知道现在少子化嘛，若是有囡仔就是做感恩的代志。做欢喜大家教会囡仔其实算济伫我
去过的几啊间教会内面算济，而且牧师嘛做认真，每一周拢为着囡仔来祈祷。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模范，嘛足好的教师。为什么？因为爱为着囡仔来祈祷，因为因是国家未来希望，嘛是厝内底未来的条仔嘛，对无？所以咱爱为着囡仔来祈祷，爱教示因成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为未来继续替主做工。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大桥教会有这个囡仔。主啊，求你继续带领因。主啊，求你互助理老师，求你互每一个同工拢会当照顾因，互因用上好的教示，用上适合每一个人无共款个性体质的方式来教导因，互因伫基督的听内面来成长。主啊，我感谢你，伫这安尼的时间，可会当看到几个囡仔徛伫遮，因拢是未来的希望，因一定会继续因为父母、因为老师的关爱来成长，变做一个足好的基督徒，变做未来教会的条仔。伫遮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来，请登去，谢谢小朋友，是谢谢小朋友。来，这边，好，好，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来。我要先试看卖这档音，好，有做好，多谢。好，来，咱先做一个祈祷。上主，求你赐予阮温柔佮顺服的心，着认真强读主你的话语，思想主你的教示。讲台大神，求你互阮内心谦卑，互讲佮听的人拢得到利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遐姊妹平安。即礼拜牧师去高雄的五甲教会募款，我来徛讲台。这题目是世界咧找求光，其实是因为顶礼拜咱小组咧分享嘛，咧分享保罗看见光，我就感觉这题目足特别的，所以我就用光来做这主题甲大家来分享。今日的经句是约翰福音8章12节，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这是接伫啥物故事的后面，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的落尾嘛，对无？所以后一个故事是啥物？是痴迷得到医好。一般来讲若是咧选圣经在的时阵大部分拢会用啥物？用亲像旧约甲新约互相比较，也是选一段落较长。较完整故事的经节来做讲道的主题。毋过，即道我选的经节较特别咯，是约翰福音连续2章隔无偌远的经节。第8章是拄着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了后耶稣讲啥物？讲我是世界光。过来后面掀开第9章一开始，耶稣拄着一个青妹仔，过来伊嘛是讲我是世界光。咱来想一下。为什么今日的经节我会做安尼的选择？咱搁来想者，为什么这2个看起来是完全无共款的故事嘛？完全无共款的代志，毋过耶稣拢会讲出共款的答案。其实这毋是2个无相关联的故事，没关系的故事会当讲约翰伊会安尼记录是咧讲一件连续的事件内面的2个小插曲尔，这背后有足特别，伊所要看到，想要写出来，表达互咱的启示。所以，若是你身躯边有圣经的你会当掀开来做伙看，来了解这完整的启示的前后的背景。
咱先来看发生的时间。发生的时间伫第7章的头前，7章20哦。当时是大料节，什么是大料节？就是祝棚节吼。大料节是以色列人伊3个大的节期内面吼，大家上爱的节日，因为拢会住伫迄个帐篷里头，就很有趣吼。好，那是补充者哦，你若是掀开头前的尼希米哦，第8章，因讲着吼，以色列人哦，互人收掠嘛，后来放转来嘛，转来的时阵，伊就恢复即个大了节咯。所以你若是去看尼希米第8章最后一节，佮讲着啥物？大了节了后吼，上大的日就是圣会日，若是和本哦，翻译做严肃会啦，严肃会日哦。大了节的最后一日，第7日。耶稣徛咧叫讲，若是喙焦的人，就来就近我；信我的人，亲像圣经所讲的，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和合本是讲活水的江河。众人听到这话哦，你感觉足欢喜吗？当然毋是嘛！以色列人听到这话哦，这起纷争啊，就是那个气氛就很乱哦。有的人讲。你哪会当安尼讲啊？啊，有的人知影耶稣是对加利利来的嘛，就讲议论哦，讲哎哟，这个人哦，哪会当应邀伊家己啊？讲伊家己是基督啊？所以后面哦，这是头仔甲法利赛人听到这话哦，是欢喜也生气，但足生气的嘛。哪有人有资格通安尼讲啊？就想要找一个理由哦，来掠耶稣，甲伊创治哦，设计伊哦。所以过工哦，就是圣会日嘛，因就准备。即天要来创耶稣，所以就发生这个故事啊。伫聚会开始的进前哦，法利赛人就带一个妇人人来。这个妇人人呢是惊奸淫的时，互人掠着的。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拢真熟啊，对无？因想要设计耶稣嘛，结果耶稣讲一句话，啊，因人哦就拢秘去外口啊。耶稣讲啥物？恁中间无罪的人，通大声用石头解弹。法利赛人因会当讲是灰溜溜的离开啦，对无？后面呢，耶稣佮甲妇人人讲：我也无要定你的罪，去啊！以后莫佮犯罪啊！所以耶稣用智慧化解经学术的攻击，拯救这个惊奸淫的妇人人。我想大家吼，自细汉哦，毋管是伫主日学啊。也是伫团契分享，也是讲道，可能拢时常会听到这故事，对无？但是后面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今日的根据。对大家来讲，好亲像是甲故事脱节的，是后一个故事啊，就较无印象啊。因为耶稣接出来甲大家讲啥物？伊讲我是世界的光，对我的人无惊伫暗，反倒等要有活命的光。虽然老师，这听起来哦，是一定在讲另外一个代志，另外一个段落啊吧？是安尼吗？但是哦，咱来看了解迄当时的背景。迄日是圣会日，啥物是圣会日？迄日是圣殿哦，一年内底上光明的一日。圣殿呢，会有4支足大支的条啊，偌大支？22公尺，会比咱教会更较悬。22公尺的条啊，吼，大支条啊，迄日咧条啊顶面会点倒灯火、油灯吼，伫这背景的内底，你会当想象，当耶稣讲出来，我是世界光的迄句话，迄个光明的状况哦，光明的景象哦，迄是达人内心的震动。过来，咱继续来看后面，耶稣讲，我是世界光了后，即句的时阵。犹太人是欢喜还是不服？当然是足不服的嘛，就开始甲伊辩啊！你是啥物人诶？哪有资格通安尼讲啊？所以耶稣最后讲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哦，阿伯拉罕以前着我哦，即句话不得了啊！有诶犹太人就挡袂牢，要摕石头甲伊弹啊！耶稣就引捌家己哦离开圣殿，因为伊诶时还袂到。过来呢？耶稣出圣殿了后，看到边仔有一个出世着痴迷的人，伊学生就问伊啊：rabbi，这出世着痴迷的人，是对谁犯罪啊？是对伊本身，
啊，是伊的父母啊。耶稣是附和伊的学生的话吗？毋是嘛？耶稣讲啥物？耶稣讲，这个人无犯罪，伊的父母也无，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后面第50哦，耶稣佫讲一遍，我是世界的光。以上哦，就是当时啊，迄个较完整一个记录的背景。亲爱兄弟姊妹，新约内底记录上济遍的新约是倒一个？就是互千米人哦得到看见的即个新约，这是记录上济遍的。这其实也对我有足大影响，因为我出世的时阵嘛，我的老母艰苦生我生3暝3日哦，啊最后最辛苦的，最后迄个护士哦用铁手甲我压出来，啊拄好压歹我的目睭吼，所以压歹我目睭的神经哦，啊迄时厝里就无钱嘛，啊医疗佫无遮尔好嘛，就是要问嘛问要安怎治嘛，所以吼只好安怎办？只好我着互爷爷奶奶哦，甲外公外婆就是外公外妈吼，伫庄骹轮流甲我照顾啊。所以讲吼，自细汉大家拢叫我咪哥咪的，因为我的目睭吼无法度天开，拢是客的。啊，一直因饲我饲到7岁的时阵，我的爸爸哦考调推书，着甲我接转去，着暂时带我去马街开刀哦。迄时哦有一个医生哦叫做陈长恒。伊是一个足出名、技术嘛足好的医生，人也足好。陈长恒医师，恁即马知影伊伫倒位？伊伫乌克兰，对，用行动哦帮助遐个人。我想啊，我咧，伊是取我大腿的神经哦来补我的目睭，所以我的目睭较歹，只有一部分的功能哦。自细汉我就无法度伫较强的光线下面活动哦，亲像迄是。亲像即个电话条着算光啊，莫讲是太阳哦。所以我拢会做侪时间，我拢做食力，别人甲窗帘裂开，我就一捆安尼吼。所以就是安尼啦。而且每一段的较短的时间，我就爱去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哦，来补强一下哦。到即马我的目睭的状况嘛是真无好，所以若是恁甲我拍招呼，若是较远我就看无是倒一个人，搁爱找一个吼。就差不多是即个状况啦，安尼。所以自细汉有同学就足讨厌我，为什么？因为甲因开讲的时阵，因拢感觉我无咧看人，时常无甲别人吼四目相对啊。其实我毋是无要尊重因哦，是因为我的目睭哦，就袂当，亲像我的目睭袂当逆嘛，所以嘛无反射嘛，所以讲，亲像我困的时阵是目睭铁开困，只是无人知影即个代志尔。所以以前哦，我拢互。以前我甲别人讲话，可能会互别人感觉啥物？哦，你一直咧甲我生哦，一再瞪我安尼做无好哦。所以后来哦，我就时常互人霸凌嘛，啊，要安怎办？我就练习到拢无要看人的迄个四目相对，我就拢看伊的阿妈棍哦，啊就无代志啊。所以别人拢感觉后来为虾米我即个人好亲像无尊重人，拢无咧看别人。其实毋是安尼啦。其实毋是安尼啊，毋过无解说着，可能会互人有遮个误解吼。我的视线的范围哦，嘛足矮，亲像我看册哦，无法度亲像大部分的人哦，亲像恁看红仔册是安怎看？是图甲文字做伙看嘛吼。我是一遍只会当看一撮，所以若是我咧看红仔册哦，也是我就是先看图，佮看文字，看了佮看图，安尼慢慢啊看吼。所以自细汉我的读册哦。我就较含慢啦，我就较辛苦，我的成绩嘛足歹的，作业拢写无好。毋过我算讲是足认真的人哦，所以我知影我的能力较歹嘛，所以我就随时吼拢咧看册。比如讲，我即马到新学院嘛，看到迄热肠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别，啊，我知影大家拢是看导演片嘛，对无？导演片顶关系我就看无啊，看袂着啊，所以要安怎办？我坐第一排我嘛看袂着。所以讲吼，我着家己背起来，爱着了啊，着顺序啊，着用即个方法啦，就是安尼啦。啊，亲像吼，即马我一般是我即马性高低是坐遮，其实对电视嘛无介远对无？其实我嘛看袂着迄信息啊，还是啥物
顶悬的字大部分拢看袂到嘛，所以时常爱用手机啊，甲翕者，翕起来安尼看吼，就看较有清楚吼。因为先天比别人较弱，所以真正爱比别人较拍拼。亲爱兄弟姊妹，我讲到遮哦，你会当又看卖，自细汉我听过上济遍圣经的故事是倒一个？对，大家拢做巧的，就是即个吼，痴迷得到医治的故事，时常拢有教会的老师啊、长老啊、长辈啊，找我分享即个故事啊。毋过因拢会强调啥物？即个故事是要荣耀上帝，即个苦难是要显明上帝的大作为、大能力。兄弟姊妹，你知影吗？伫迄当时吼，讲到即个故事，真正足歹。真困难吼，互我感动，互足歹 touch 到我的内心。为什么？因为对迄时的我来讲嘛，我自国小开始啊，一直到大学啊，我永远只会当做一个吼，无法度出去耍啊，去上体育课，永远咧值班顾教室的人吼，自细汉就开始，所以无亲像即摆学生遮尔幸福啊，佮有啥物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嘛对，即摆拢有足侪即种啊。迄个时阵哦。毋是诶哦，受到同学诶乞笑吼、捉弄吼欺负啊？为虾米？因为自细汉到大汉，所以你感觉我诶大脑内底说拢是啥物？人啊，活伫即个世间哪会遐辛苦？人为虾米活伫即个世间啊？这是一个小朋友开始就咧想诶代志哦。所以对老师长辈甲我讲你诶目睭诶状况哦，是要荣耀上帝诶大作为哦。你感觉听起来安怎？足水，毋过吼，足歹 touch 着我的内心嘛，足歹摸着我的内心的一个答案。所以你想看觅，你若是毋是伫耶稣迄个时代，无接受到耶稣伸手医治的人，摕着即句显明上帝所做，有法度安慰着伫苦难中受病痛包围的人吗？真正足歹，互人理解嘛，对无？但是当我的人生哦，慢慢啊咧展开，当我一遍搁一遍经历上帝的恩典，当我用比别人认真哦，较侪倍的努力，一步一步行到即马哦，应该讲应该有我人生年岁一半的路程啊，受呼召来到神学院来读册了后，这故事开始，互我有搁较侪的体验。伊毋只是记载耶稣的大快乐，这新约搁较重要的是啥物？是伊背后所要代表的意义，就是人要安怎面对苦难。靠耶稣得到医治哦，只是门徒伫迄个时间点哦，表面看到的故事。约翰福音的这个新约是重点吗？毋是，重点是啥物？新约背后所要甲咱讲的教导，对我来讲，这个故事的重点毋是新约，这个故事内底。耶稣表明伊是啥物？伊是世界的光，这是这个故事所要展现的重点。若是咱要完整来了解啥物是世界的光，这个经文，爱登去看头前的8章12节。基督第一遍讲即句话是啥物？我是世界的光，对我的人无惊伫暗，反倒转要有活命的光。所以我看到耶稣甲学生讲啊。这苦难是不是因为犯罪？毋是。苦难是不是因为要处罚你？毋是。但是苦难就真正是苦难，苦难就真正存在这个世界，所以咱爱去面对的。所以耶稣会光照，因为苦难哦，活伫黑暗中，惊吓咧找求帮助的人。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倒一个是惊伫黑暗中的人？倒一个是惊伫黑暗中的人，是惊奸淫的妇人人吗？还是伊出世就痴迷的人？这人两个人哦，好亲像是圣经在的这两个故事内面嘛。一个受到啥物道德的批评，另外一个咧，伊无路用啊，因为肉体受到乞笑。但是耶稣无伸出伊的手，这两个人就真正伫黑暗中。应该一世人就到遮好，但是信仰的光
只有光照这两个人吗？当然不止啊！这犹太人，这法利赛人甲经学书，因有诶信上帝，有诶信上帝，刚刚因无需要这光吗？亲爱兄弟姊妹，其实毋只是咧讲因哦，咱嘛需要耶稣诶光。伫道德方面，亲像带这妇人人来找耶稣犹太人，有时阵咱会安尼，有时阵哦，咱嘛时常看袂清楚哦，啥物是真诶啦，啥物是假啦，咱就开始论断批评人。为什么你会安尼批评？为什么咱会安尼批评？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互大家来想看觅啊。你是徛伫黑暗的内底，还是徛伫光明的内底？徛倒位看别人较清楚？有一句话吼，有一句广告叫做“越暗的地方你越亮”。来，有看过电影的，拢知影即句话哦。可能拢应该知影即句话哦。做明显做侪人咧笑，知影即句话哦。即句话伫倒位？是伫电影哦，电影院内面哦，片头的一个广告。为什么即句话会安尼讲哦？因为看电影，你就是上伫上暗的所在嘛，最暗的室内哦。所以伫黑暗中，你才会看会到上震撼、上清楚的感受。所以，请问你是徛伫黑暗内底，还是徛伫光明的内底？看别人较清楚。当然是徛伫黑暗的内底，看别人较清楚嘛。但是，嘛莫袂记住，你明明是徛伫黑暗中啊，对无？所以兄弟姊妹，科技愈来愈进步，这世界看起来好亲像哦，是愈来愈光明。其实人的内心是愈来愈黑暗。所以，咱真正需要耶稣，需要信用。耶稣才是世界的光。其实，毋只是伫道德的方面，伫肉体。也是一切的苦难，咱嘛需要耶稣的光。亲像我头前咧讲的嘛，耶稣会安慰咱，因为苦难毋是因为犯罪，苦难嘛毋是因为要处罚你，毋过苦难拄着啊，就真正是苦难。耶稣并无否认苦难的存在，但是耶稣会照光者，因为苦难，心灵也是肉体，拢需要安慰的人。若是无耶稣，咱面对苦难，只有埋怨、甲痛苦，但是因为耶稣，咱的心就受到安慰，因为伊的陪伴，伊就是真光。咱信耶稣，这世界纷纷乱乱，其实拢需要耶稣的光照。兄弟姊妹，耶稣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拯救。有人中弥赛亚的任务吼，也是拯救。伊要互咱转来去上帝起初做人的模样，互咱甲上帝更好。既然世间人哦，拢无可能完备无差错，所以并不是因为靠我、靠你、靠每一个人做偌济好代志，是因为信耶稣，因为伊用宝血洗除一切会无交争，改变咱甲上帝关系。这对我的内心有真大、真深的震动。我理解我家己是无完全的人，但是完全的耶稣为着我来救十字架顶，这是无条件的牺牲，互我的心存，搁照光我的内心。对当以后，我了解什么是上帝的所做。若是只有甲上帝所做当作强大的能力哦，这真正羞耻嘛！上帝的作为就是疼，疼就是答案，因为疼会当压扛济济的罪过，仁爱会当压扛拢总的过失。今日圣歌队咧唱的歌吼，足水的，兄弟姊妹，若是你回去有时间哦，会当去听直播吼，听圣歌队所唱的这首歌，歌词安怎写？当乌云阻碍你的路，当伤心目屎哪落雨，当拄着烦恼无快乐，拢交互耶稣。当暗暝孤单一个人，当听袂到美妙的歌声。当日光出来幽暗暗，拢交互耶稣。当你面对的是寒冷甲暗暝，当你的心情是忧伤甲烦恼，伊充满疼，拢交互耶稣。耶稣要诚做你的朋友，要安慰你，互你得到自由。无别个人啊，亲像耶稣。
凡是生命中有无好看的所在，生命中有歹的所在，生命中有种种的苦难，但是只要有疼，就会当展现生命中上水的一面。就犹太人苦苦等待的弥赛亚，照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伊是上帝的囝，反倒当选择用人的模样，用痛苦、受着侮辱、用牺牲的方式，为咱完成律法的要求。这就是救恩，是会当压砍一切罪过的疼，陪伴咱每一个人来面对苦难的疼。伊就是信仰的真光，是世界咧找求的光。咱三额头来祈祷，主，感谢你伫阮生命中的引带，你是世界的光，照光阮头前的路。生命中有好的所在，生命中也有无好看的所在，有痛苦的重担。毋过因为你的疼甲怜悯，阮就得到安慰。因为你是阮的牧者，有你的光照阮，阮就袂伫黑暗中惊吓；有你的引带，阮的心就出黑暗入光明。牧师甲上长老前往高雄5甲教会募款，主啊，请你保守因的路程一切顺利。教会兄弟姊妹即几工会出日，也请你继续带领保守，也请你怜悯顾守每一位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若是有啥物欠缺，一切事主你拢知，请你扶持照顾阮。主啊，也请你保守每一个人的生活甲因的心灵。主，阮所亏欠的你拢知，阮将这败劣伫主你的面前，求你怜悯阮，保守阮，继续带领引带阮。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起你念全首。
请坐。下面请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请坐业奉献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有收视甲收回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一件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三甲来吟上行圣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去念全首。我要来先，足倒的以前先来介绍一个新朋友，叫做杨丽鹏。等一下啊，你好，你好，杨丽鹏姊妹哦，伊伫应该无带做伙嘛，永康那里，遐过来。哦，好好好，多谢，你来哦，希望会当更看到你啊。好，咱来足倒。主啊，愿主的阳光照恁。带领恁头前的路，怜悯恁，保守恁，陪伴恁，引带恁出黑暗入光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听叹、圣神的相通，甲厝外牧师长老伫地，也甲众人拢伫地。阿门。请坐列倒闭会。
当演一样，你不要轻举妄动。没有，你会先被我压死。我看你台北不用去了。我其实昨天也是，我忘记你有回来，就是你不停比赛，然后我是现在。没有，你干嘛？你想要挑拨离间了？